这里是印度西马谢尔邦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的所在地。今天是2026年2月1日，是流亡藏人社区投票选举日。那么这次投票呢，将产生新一届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。那么一大早，达兰萨拉多个投票点就陆续开放。我们在现场看到，不同年龄层的藏人选民已经开始排队，手里拿着选民证件，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完成身份核验、领取选票，然后进入投票间隔投下自己的一票。整个流程相当清晰，投票站内张贴着选举步骤和注意事项，现场井然有序。作为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，达兰萨拉是本次大选最核心的投票区域之一。根据藏人行政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，本次选举覆盖全球27个国家，共设立87个投票点。截至投票日前，已经有91042名藏人完成选民登记。不仅是在印度、尼泊尔、北美、欧洲以及部分亚洲国家的藏人社区，今天也同步展开投票。为了确保投票顺利进行，现场可以看到社区志愿者和印度警察在投票点周边协助维持秩序。选举委员会向我们表示，截至目前尚未接获任何重大违规或安全事件报告，整体投票过程平稳。按照选举安排，各地投票结束后，选票将统一集中统计，预计在10天左右完成核查程序，并对外公布初选结果。这里是达兰萨拉，投票仍在进行中，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后续进展。